么难，米当该还是什么的，可能要请大家讲一下，么难喊的那个那么比如说啦，炒菜还怎么讲？阿密请大家说一下好吗？星星，哎哎，然后然炒菜后和米鸡蛋，米鸡案还要有那个动作，米鸡案就对了。米但是鸡蛋，这个五年年的mana这叫农村的吗？还是花莲的？还是哦，咖喱骨爱呢？咖喱怪的也是叫吉案哦？我们nyaro ano niya, 米鸡蛋哦，还有个米鸡蛋都是炖了炒青菜，炒青菜。哎，好，还有吗？还有别的地方的吗？那个恒春阿美哎，那个等一下，那个美惠老师，我问一下，你那个酱那个尾巴是 M 还是 N？是 M 还是 N？N 吉案吉案我弟弟说我有写，有看到吗？新西兰那边，吉案，有看有了有了，谢谢到了老师。那好，你这个中文翻译是煎还是炒？米鸡蛋，我们通炒了常是炒菜，按照米炒煎都会打二煎蛋。我们都一样都讲米吉安都菲达尔，米吉安和都拉登讲，就是炒的意思啦，炒菜啦，哎，炒煎煎的动作，OK，还有谢谢谢谢。亚裔，周末你们那边怎么说？在那家很多大凳吉安也是吉安嘛，吼，啊，对，也是吉安。还有那样子嘛，那么，啊，比如说花生啊，我们没有加油嘛，是比 here 没有，那是干的油啊，没有加油的了，就用钩子酱 炒干了哈，啊，糟糕干炒了，啊，干炒了哎，啊。我here 喊的那个还有什么吗？比 要加那个米 mi 啊，米 哦 here here 米 here 头部尾巴那个 hair 是 D 还是 L？here 应该是 X 后哦，面哦，here 啊，哦，干炒了哈。对，比如说豆类啊、花生啊，对对，here 哎，就是 你 MIXILRXR 啥那个什么 here here 嗯，还有吗？还有没有别的？哎，还有砂锅号煮汤而已啊，煮汤哦，哎打锅号啊啊，帮我查帮我查。啊汤煮汤啊，煮汤啊，哎，砂锅号打锅号，砂锅号，制作的意思啦，制对，作汤，制作汤啊，嗯打锅号，啊，砂锅号哎，还有那个地瓜不是要埋在那个火堆里边吗？难过啦，tamak 比 tamak 哎，直接放到那个泥土底下嘛，吼，还是嗯，哪么的下面嘛？底下也可以，嘿，
好，哎那么的底下，可是那么的先起火，完了发了，对啦，过了是比他们不能有那个火了。哦，达木，那个叫达木。还有一个曼娜的那家，因为把那个肉啊放在那个火的上面，不是用打努养的那个，打败，哦，那个叫打败烤。打败，小白老师，你可能节奏放慢一点哦。我们每个字都，大家就举个例子，我们这样比较好理解哦。好好好，刚刚那米学学可以再拼一次，好像查不到。啊，那个干尖啊，干尖好像查不到哎。hit 是 hix 是不是？你 here B X I L R B here 呵， here 中文这个叫什么？这个中文怎么翻？那个头目中文你怎么翻？看早啊，什么不要不要加油啊，哦，就炒只有那个花生米剥好了以后，不是要炒吗？干炒。哦，我找到了 HIR 哦。但是 MIX XIL XIR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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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还有别的吗？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当当你 here 查不好，here 你当是竹嘛？那个头目，我问你哦，hit 是专门是炒花生的，对不对？对，凡是豆类、花生的。大部分都是炒花生啦，比较多哦，对不对？头目，我查那个字典有那个 me hit to good thing 有没有？就应该是主要是炒花生哦。对，哎，有没有米黑多这么有没有？草药可以吗？也有。啊，对了，我们上去秀那个草先黑了，哦，你说煮鸡酒的时候，对，之前有那个有加那个草药的话，黑的内脏给它炒，给它打入啊，再加那个烧酒鸡，哦，就是等于是干炒的意思啦，吼。对，国语的话，那就要干炒的意思啊。那个药草也可以用那个干炒的方式嘛，吼，哎，然后再煮汤，就变成那个药水，是不是这样？还有南瓜子也是黑啦，哦，南瓜子也是做豆类的都可以叫米黑嘛，可是嗯，只有南瓜子、花生啦，还有那个沙棘秀的那个草药，黑啦，黑了。哦，好，头目，你刚刚有讲那个地瓜，那个你可以再讲一遍吗？那个埋在土里面那个动作怎么讲？大麦焖，哎，那个叫什么？大麦
那花莲那边的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有米达麦烘烤是不是？应该是不可是？是以前都是打麦啊，不是烘啊，现在用电去烘啊，都不一样啊。沙漠是 D，第达木啊TIMAK 达木，可以了吗？达木，对，头目，你看一下那个画面哦，有一个沙漠把番薯埋在沙土里烤，是这个字吗？沙漠米沙漠。对用对，用 T 不是 ABCT 那个用 T 不是这个那个头目，这个是字典啊，这个是蔡中涵编的字典。叫做米沙漠就不一样了。那我不知道啊，他们的我们是米达莫。有，下面有一个铜哦，头目，你看那个画面，下面有一个达莫，也有，也是一样。达莫不是达莫达莫，达对，达莫这边有一个啊，那个蔡中涵，这可能是别的方言别啦。啊。好，那好，我们这边是达莫。比如说这个打木这个动作啊，有很多在深山里边，是不是也是用这种方式去烤那个什么那个竹笋呐、箭竹笋呐，是不是用打木的？也可以，还有那个藤心啊。哦，可以打木，不是啊，直接烤，直接在火的上面不是烤吗？还是用都说直接搞这个剑笋啊，还有藤心啊，直接烤了。都是直接烤，不是放啊，在土里。不是，只有地瓜可以。沙漠啊，大漠个埋在土里边的，大漠好，是放在哎，下一个，大家还有什么？我们过乌鲁马路啊，亚到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怎么去加工比哎，较好？小白老师，刚刚头目有讲那个直接用火烤的也是一种烹饪方式吗？多说是不是？都热，不是，哎，都是，直接火烤是不是？对，放在火的上面，啊，那火烤啊，火烧火烤都热。对嘛？哦，啊，那个谁，大卫，请问一下，你们那边的火烤的动作怎么讲啊？大家好哦，哎，大家好哦，今天晚上哦，我们讲的都是有关啊，我们的第一个大题是有关煮煮烤啊，还是什么的动作，都是煮好以后我们才来吃的啊。那个名称哦，请问一下，就各地方的方言别哦，你们是怎么说的，好不好？不要客气的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讲到那个火烤的，就达木嘎，或者米达木嘎米好还是什么哦？那
小白老师，你刚讲说什么？好好是什么？真啊，你要那个叫吹啊，你好好是对人体好不好？啊，对，哦，对不对？对，对人体，然后那个妈妈们啊，生完小孩以后啊，用药草哦，从锅上面就给他蒸了，蒸药草给他们叫好好啊，这样听得懂吗？哎那个HAW 吗？哎，好好哎，试试看，好像查不到这个字呢。那个一眼周末哦你好好叫什么意思？你好好HAW 啊，没有，你好好，它是所以它这个中文的意思是怎么翻比较？它以前我是看到我妈妈哦，就坐在那个锅子上面有一张小椅子哦，然后从那个它上面还要盖棉被啊，从下面着火啊，你好好，老师，这个中文你会怎么翻？蒸啊，蒸，真对不对？哦，这个不是对食物吗？我们现在讲的是对食物，可是你好好这个也可以对人呢。那个一眼那边看看，我会比较清楚。如果是你好好都阿达拉一下，姐妹有还没有？有那个是这个是有的，那用真的东西呀啊，很什么哎，要吃的东西用真的让生恩，哦，朗神恩就用真龙记住啊，哦，那个是吃的东西，头目，你再念一遍。让生恩蒸笼真龙哎，用蒸笼蒸的，去蒸那个东西呀、用蒸笼蒸吃的东西啦。好，米朗胜，那是有一点啊，让生恩朗生恩。啊，那个是恒春阿美哦，有台语的啦。对呀、很多人本身有台语的，真朗生啊，就真讲朗台语啊，朗生恩就用真龙用这东西的意思了。那你好好哈那是对人体嘛吼来蒸嘛，是吗？对嘛，对，对哦，哎蒸汽浴吧，蒸汽浴啊，洗澡的浴啊，也可以这样讲的，可以哦。真正是蒸东西啦，你好好呢，就是对人体，治病的，是吗？治病，治病的啦，一个方式。对啊，那个米好好好像比较像是用药草去用那个伤口嘛，对不对？不是伤口，它本来就是要痛了，什么
不是伤口，哦，不是伤口 ，OK。不是像腰痛了还是什么痛了，那个这样好好淤血的也是吗？那一种？可以啊，看你不是伤口才要好好，就是没有伤口，就是痛的那个地方，好好问。就是也给他针的意思啊，给他嗯，哎用那个针剂去治去疗疗啦。去治疗热嗯，敷，热敷哦，是，我们哪能那这个不是哦，据我所热敷很，对呀，那个法子对的呀，那个是好好比较大的动作了。就就等于那个针去液就对了，用针气来把这个人哦，把他整个包起来，底下用针气给他弄给他治疗了，用药是的草，哎啊，用药草来针，哎呀，还有什么？好了吗？那个问一下，那个水煮怎么讲？用水去煮这个动作怎么讲？煮菜的吗？煮就是菜用水直接，我们不是常常用那个什么八菜一汤啊，用水煮东西啊，这个动作怎么讲？哎，19号啊，还是什么预言？请问一下你们那边我们的十个号啊，邓本来我们19号就要加那个水嘛。19号，我来哎，好听到声音吗？就刚刚凯照老师说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用针的针疗法的话，你那个水怎么煮上？当和古南农巴扎莫杜萨巴尤，你不是要讲这个吗？你要把那个药草跟水一起米当当，嘛当当都以前就会用那个大的脸盆，放在底下。人如果他是那个内伤，如果是背部内伤的话，他是扛着。刚刚你有讲到用盖嘛，然后他那个你煮好的水药水，它就有蒸汽往上面蒸你那背部痛的地方，传输是不是这样子？你的意思是不是？对，我们喊那么在叫多啦。好，么都在乎好呢。我想一下好了，那个你刚刚我这样子讲，改照你听得懂吗？改照，对，他那个我知道，对，他那个就是用那个水蒸气治疗法，嘛喊那个说你小白老师，所以那个好，我再想一下，我们那边怎么讲？我刚刚还在想，我只是没有听懂那个小白老师他在表达的意思，所以我再告诉你说，他那个是在米当当或多纳诺把咱们人给沙巴油一起煮，米当当多纳诺，然后呢，哈鲁沙巴油和米当当，masalah tu ku味道呢沙巴油dari tatakan fintang 大点盆。然后靠着它的蒸汽来治疗那个内伤的部分、淤青的部分，马那个嘞小白，所以我先查一下啦，那个蒸汽那我等一下再回答好了，大概是这样啦。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乌拉沙登加巴拉古哈温哦，我们现在要煮汤的意思了哈。马那韩国说米沙锅好还是米当多锅好还是什么？你们叫拿费吗？啊，不是，叫什么？当当啊，煮啊，煮汤呢？煮就当当啊。那个汤呢？然后我煮汤的话，比如说小白老师，我给你那菜是砂锅哈温，要煮汤来用的，不是用炒的砂锅哈温。我叫你用煮汤的，上来砂锅哈温，上来，如果说你怎么煮的呢？当当恩都拿弄讲不是吗？用煮的是当当嘛。对，这样子讲。哪个老师，我问一下，那个我们讲那个米扎嘎跟米沙粉有什么差别啊？跟米当当有什么差别？方言别吧，那个地方语言的说法，我们有时候会讲沙弗伦给他灯。就是那个菜拿去煮沙弗伦，还有的人是说当当恩古拉达灯，然后呢，马嫩米当当，他会问说马嫩米当当怎么煮啊？砂锅哈温，煮汤，对，煮汤，就讲砂锅哈温，沙弗尔是通用了，就是煮的说法。沙弗伦，对。扎嘎也是啊，米扎嘎也是煮的意思。扎嘎是什么？我没有听过扎嘎。老师，我没有听过扎嘎。米煎吧，煎人。扎嘎。米扎扎，扎，米扎扎，还是马扎盖多？要再见。啊？马扎吗？扎上来了马爹有。哎。马扎是煮好了。煮熟了。煮熟了马扎。所以。那个没有人说用米扎，没有这样讲哦，或米扎扎，有没有人这样讲？有。扎要加一个根嘛，扎根。啊，米扎扎有没有这样讲？米扎扎要根哦，扎根这样。扎根还，扎根。它也是煮东西的意思吗？也是煮东西的意思吗？是哦。整理。扎根。准备。没有扎根后，比如说要煮熟才可以吃哦。扎根后要加一个后啦，老师。扎根后要先煮熟，要加一个后，因为还没煮熟嘛，要加一个后。扎根后这样子。好像是说扎根后就是先做这个动作了，先煮完这个东西了，是不是这样？是吗？不是哦。对，先煮。好，头目你说说看。沙扎扎就是料理。做料理啊。先料理就对了。你在做料理，想不到米扎扎什么？米扎扎就做料理。所以头目米扎扎也可以这样讲哦，米扎扎可以这样讲哦。扎，可是你不能米扎扎这样啊，米扎扎是另外一个，把那个东西。要切片，切小一点这样子，切扎更长这样，你扎就是做料理，你扎就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是米扎扎，就是也是煮的意思，是不是？对，做料理，料理哦，好比如说有人结婚啊，你说他大概这个就是在里面煮嘛，所有的东西，这从那边找，我们这边的意思是这样，做料理，就整个菜的去给它料理，对了，是吗？对了，料理给它都很难来，你炸是给它切，你炸就是以前种甘蔗有个车台嘛，丢一把，然后用刀去切，然后这样可以载很多。如果是一把一把丢，没有炸的话，就没有那个重量了啊，所以是你炸跟你炸不一样。听得懂吗？我找到那个米扎扎，就是挖掘的意思哈。不是切一片，比如说切一片一片，甘蔗，对，然后有一个车台嘛，然后一把一把丢，那个是，如果是一把一把丢，就是也很高又很轻；如果是扎根又很密又再很多这样啊，扎根就是切碎就对了。切，有看到切块哈，切碎米扎扎剁碎嘛。对。你炸就是料理，你炸就是切片切碎，凯明有没有声音？有那个处长要讲话，处长的声音比较小声，很小是吧？比较小，对，刚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现在有听到吗？有，现在有了。那还是小声一点。那个煮菜或是煮东西那个凯明刚刚讲当炸是有两个词了炸就是煮的意思熟的意思了。米炸就是煮，米沙炸的烹调，它煮的东西种类很多，米沙炸就变成那个师傅煮了很多米沙炸所以炸是词根，米炸是主动词，米沙炸是叫什么烹调料理的意思了那个刚刚炸有两个意思了，炸是你拿锄头把那个土把它杵碎的，叫米炸。另外就是刚刚提到甘蔗，把它切成一小段也是米炸的意思，所以它的意思有两种。一个是挖土的动作，把土弄松；一个是把长条的叫米炸还有那个长条的东西，比如说藤类、地瓜叶，我们要养猪之前要煮那个地瓜叶，把它切断切碎，叫米墩墩。对但是米墩墩也很广把木材切断也叫米墩墩都嘎碎大概我补充这一些。小白老师，等一下我们另辟一个动作就是切剁砍这个那个处长，你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移到后面再另辟一个。我发现这个好像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说法。是啊，一个词汇它有很多意义，你就先按照你的类别先谈它的本意嘛。如果有延伸义，你就做笔记，往后面把它推可以呀。
对对对，这个感觉好像蛮丰富的，我们后面也可以再加。是。好，有关那个煮的方面哦，烹饪食物的方式有很多嘛所以呢，刚才大家也提了不少啊，就不小心就已经走到那个米顿顿了那现在我们把那个题目再拉回来，我们拉到还是一样做米当当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说法吗？小白老师，刚刚你们前面有提到那个头目有提到，好像有提到那个什么烘，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烤飞鱼的那个怎么讲？用烘的还是用熏的？那个叫什么？什么拜？打败、击败，什么拜？忘记了。打败。打败是烤肉啊，打败是烤肉呢。烤鱼啊。哎呀，烤鱼啊。那 if 呢？还有一个 if 就是烤黑黑。if 对。我们先讲那个打败，还有比如说它是怎么样？那个智慧老师，你说打败，米打败通常是大条的鱼，把它切一半，就是剖开这样子，然后去烤。熏干米打败，还有除了那个鱼之外，还有别的可以米打败吗？可以啊，比如说那个猎人在山上。我补充一下了哈，其实米打败还能还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我们去烤肉了，以前没有烤肉了，以前都是你们的都是一锅多所以他们把剩余的这些鱼呢，打败米打败，好，把它好的。打败就是一个过程，成果就是那个呀，所以有的人直接就叫米然后就是米打败都不定上，我等下我哋啦，这个呢，你历史都记得好，然后这都没有去分的啦，就认为是那个老人说的打败就是我们现在的烤肉，不是啦，以前没有烤肉啦，那都是用烟熏的啦。用烟熏的，同时就跟我们你看这个烟熏的，它是离那个火是比较高一点哦，而且它是用焖的方式，所以你是说用烟熏的方式，我的打败啊，我的马里登爱的也好，米跟那个米打败是有距离的吗？有距离的，那个不是，是同样的啦，只是是直接了，因为打败完以后，那个成果就是干了，那个叫成果，所以我们就直接叫就直接就变成那个鱼干的意思了，那应该是米打败那个才是真正的啦，湿的鱼，然后就烟熏。那都dia umali tengah kami hao， 你刚刚好，米古都来这个我好，民路盖都早上大概6点就开始回来了。好，家人呢，有了对Kaya Noroma的比巴瓦利安都搬来，开始整理米kis都这样的啦，鱼鳞，然后背上这样剖一半，再把它剥开，里面的内脏都拿掉。鱼卵都拿掉，那就是准备要打败用的，然后它就放在一个架子上，离火是要远一点，它不需要有火很旺，让多后面让多，好打败米啦，好就让它熏大概1天了，
马达罗马干诺做打波啊，怎么打波给他那个因为现在已经有比较进步了哈，就用那种的给它盖子给咪那种铝的盖子都盖起来，大人就去工作啦，下面就剩下那个碳，下面都是碳，哎呀，巴拉多，不对啦，啊，第二个比他白那么应该没有马上给你烤熟的啦，烤熟了就会煮起来就烂了，哦，那种烟熏的就不会烂，它的纤维还是非常的密实啊，第二个比烟熏哦，马里登还好。所以应该正统来讲，正统应该是米大拜，是也一定是直接了啦。哦，我来一来多了。那个是成果的意思，熏烤之后的结果就是马一在动啊。好，那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我补充一下哈，我补充那个李老师讲的哈，通常我们部落的说法是，米达拜是指那个鱼类的鱼类啊。米达拜它有2种，鱼类的那个要变成鱼干的话有2种了，一种就是剖开以后晒阳光。那个也叫米达拜。通常如果你在海边抓到飞鱼，特别是飞鱼了，很多老人他就在现场刮鳞就剖开，就把那个飞鱼放在石头上，因为那个石头会热啊，下面热，上面又有阳光那个是晒的意思啊，米达拜的一种。另外就是阿美族的那个飞鱼米达拜的话，刚刚李庆信老师有讲，就是要有架子以前是用那个竹子啦架子那个火堆在下面，然后离那个鱼的距离要有，它就是用那个烟熏的，这个叫烟熏烟熏的时候呢，它那个肉是慢慢的把它腌，所以它的那个熟度不会烂掉那个会干但是不能太干它那个湿度要掌握到你看这个也叫米达拜了米达拜的方式很多，像以前有的用那个土档啊，就是那个盖房子的那个铁片嘛，屋顶那个铁片放在那个当做架子，也有这样的所以米达拜的那个架子很多种。那另外是米伊这个是属于山上的猎物的烤法，动物的肉类通常也是用熏烤的，也是在那个山上打猎完，杀了山猪也好，或是山羌它一定要一定要熏烤你不熏烤的话，容易烂掉、腐烂。你要下山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变了，所以一定要米一那个就是米一的时候，它也是有价值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有的人就直接在火堆烤我们是丰滨部落的说法有好几种，一种是米多多，就直接用火去剁肉嘛但是你如果烤的方法不好，也会烧焦，所以那个有技巧米多多。
还有的是米糊头的哦，米糊头好头啊，米糊头头，嗯，哎，这个是蒸汽还是也是烤的意思？我忘记了。哎，字典好像是用火烤的。啊，米糊头对，也是烤的意思。米糊头通常好像我们部落的话，杀猪有没有？怎么样做腌肉最好？就是那个黑毛猪有没有？它早期是用茅草直接就把那个猪毛烧了啦。啊，后来的他们就用那个烧水烫那个猪皮，然后先把那个毛刮掉，再用什么呢？那个刮筋阿针，或是那个茅草，嘛这个茅草不用盖碗的茅草嘛个，稻草，不是茅草，咕噜噜，哎呀，肉好。哎，肉就在那个猪的身体那边靠近那个猪皮，这样一直烤，那个皮就慢慢熏黄，有一点烧焦，然后会裂开。这样的猪皮是最好，你要煮汤也好，或是煮变成那个咸肉的时候，那种这样熏烧的那个猪皮是最好吃了。所以那个烧烤的方式很多。刚刚我们讲是不同的鱼类的烤法，还有猎物的烤法不一样。那烤的种类又很多啊，现在发展很多了啦。但是我们统称都叫肉类的就是野兽类、猪类我们都叫米一统称了。鱼类都叫米达拜以上补充，谢谢。那我再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讲的 hot 这个地方只有那个猪皮再弄一下吗？再烧一下吗？hot 到那个牛排店他们现在用那个瓦斯有没有？瓦斯枪喷枪了那个我不晓得叫什么，他们就用那个是米糊头的呢。是那个动作是米糊头的，那个动作，它不是米一的。是，那直接对那个肉类啊、鱼类的话，直接用那个点在它的身上的，都叫米糊头的，都叫米糊头的吗？这个糊头，米糊头是拿火把或是那个瓦斯喷枪，直接对你要烧烤的地方这样烧烤。现在的烧烤店都是用那种瓦斯枪啊。对。现在叫自烧，叫什么烧？自烧。我不晓得，你看那名称很多。那个是我们祖先很早就有米糊头的。是不是植物的叫米糊头的呢？比如说那个茄子有没有直接到火里边，是不是也应该叫米糊头是吗？你说哪？像那个植物类我们地瓜通常是用焖的啦。米达木，米达木不一样是不是米达木？给我补充一下另外就是那个辣椒，你用烧烤的我们都是要多很讲，就是用火去烤一下多很是这样。有很多说法了，不晓得各部落怎么称。是那个植物的，植物类的。火头登山也是 OK 了，因为火头它不会让你
烧焦，你会在熏烤的时候用火喷枪的时候，都会拿捏得很清楚了。呀，法会给灭好，它是2个步骤了。第一个步骤，它是为了刮毛，我的便宜了。啥药是为了刮毛，可是很多看哦比较不好弄噻。那在很多之前呢，大家就想办法就用什么，就用烫的开水哈，就在猪的身体上这样淋那个开水，淋好以后开始刮毛，毛刮好之后呢，再来与乱，那这样会比较干净啦。所以过去也有啦，就直接就用那个茅草好呀，罗给没好，都乱那么都好，但没 kiss， 很多它的毛会断掉，会留在那个嘎肚那一边呐。所以过去老人一吃都学到啊，农蛮好，对呀，总是有毛根呐，所以变成进步说，怕太马上会消失。我通常把大部分都要点包地个面，大家都开水刚焖，或是先拎对，不会直接很热了。对，然后就焖起来，然后就打开来就开始刮，马过拉沙后就开始乱多，把它乱很大的金黄的，甚至有一些裂开。那时候那个洗肉是那个皮最好吃了。否则的话，那个皮很硬啊，这些人说，这个炸青了，嘛很硬骨皮喏呀洗肉，第二个皮乱喏嘛，你等下滴要到发挥。Itiah no lutokai vavoy atau no irumaay. No irumaay dosa turu amihca ko pipahavay. Itiah madeng mapatsok. Sa maruvang to mataas to kura vavoy. Ko sit ko katornira. Sa holhoden no mataas ay. Ngangan to chimira ko. Mangka. Mangkura cimili tu corot. Katol. Cikatol. Ay, ya bagi aku mitilu terlalu tu kau minuka. Ay, ukatul panukan sa nahan sisa supi tu. Matuka milido. Mahaya tu nuta supi. Pu titi. Kapangangan atau nunyaro kia bagi cikatol. Mahala takwanan kira. 就是他的按你的几十了，可是，pakai ni tu na aninya sakasasua kalalai cai ta tu na pitang pituduh mina 好像读的比较多呢，然后用火烤的啊等等的比较多哦。呀，米沙扎扎，米沙扎扎盖的说法好像比较早。那个是秀姑兰，把答案的话，我拉扎扎，比如说煮汤的话，米沙锅蒿、米吉安，还有其他的说法吗？米沙锅蒿哈，有一个另外的说法，米沙咖啡，那个也是光复一代的说法。咖啡。米沙咖啡。咖啡，米沙锅蒿，咖啡汤，还有，比如说我那马多阿塞改变好，刚开始的时候，米慢了个，不上岸那马多阿塞，就是。巴掌啊，就是那种烧开水了。一滴以后，那个呛，上来那么等下要外个啦，他路过好个啦，当对啊那弄，不然啊说dia kurasuan rumah saya tu lah，巴掌啊人后啥，就是准备去烧开水的意思啊，煮开了，
就开始放，都呀，datang itu akhirnya dia ayaw awal kumijan na madrasah dia能够都是煮的啦，煮汤的啦，然后哎，抓了。Iraga说了第好，马丁拉姑姑啦，一个笑话了哈，我先给大家讲一下，等下就先下课哈。你那里，马里登一条你当都rasa tengi，ira ko ni nudanga，puluh sana marukai kira，ini satu na ni tangan nita datang。Yaw santuk pi caciano Taiwan kira pangsisay sanay yang mitang ami sitiaw ada ni tangtang puluh sang uturi kira lali ku sapi tangtang wang wang 所以这个也是算是笑话了哈。好，我们先下课。几分钟啊，后面。还有一个，刚刚我刚刚才看到那个阿力克的，还有他炒花生叫米格馅，是这个意思吗？米格馅对，米格馅。米格馅也是啦，米格馅都古达新，哪那个？刚才我们讲什么？那个叫什么？米 here， 米格馅，对。还有吗？还有一个那个拉嘎是蒸什么东西？米拉和嘎，米拉嘎正在煮吧？这是什么意思？巴拉嘎。把东开始煮的意思，把它干和干，因为那个签字词是蒸饭，把它干，那个拉干哈，就是蒸煮的意思。通常在阿美族社会，拉干是指那个蒸糯米饭。拉嘎，所以现在的吃法也有很多用蒸的，也是拉嘎，所以那个蒸桶我们丰滨部落叫马霍，真，mau lento sana hao，我ya patelian tu ya拉嘎人啊。Vlad 过来马后好像那个针筒，木针筒，木质的针筒，拉嘎。可是那个拉嘎就有延伸词哦，第一桶第一桶，第二桶，第三种，萨嘎兹在拉嘎，萨嘎杜萨拉嘎，变成萨嘎杜鲁的，又变成那个数量的词汇。先下课，等一下。还有吗？小白老师，不然先下课10分钟，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讨论。好，谢谢。那各位同学，昨天呢度过也大好，卡拉里加里在大，感谢大家，我们先下课，先尿一下。小白老师，刚刚马里盖老师说过了10分钟，还是你哈？是啊，对，难怪他又跳走了。各位同学，开始上课喽，准备好了没？大家帮都给打，可以哈。我们刚才讨论的，把给你。tu kakana ni ta nanu dia ho nu mali tengah ya soal tani ni 好像没有改多少呢哈。那以来后过马达瓦莱达，各地方的
语言地方的那个表示方式，大家古多拉尼沙扎扎盖米什么奈米当当爱，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哎，我们现在小北老师，那个哪个老师好像他的有另外一个那个炒花生的说法，在讯息栏，哦，好像叫米格令。米格林爱这样啊，是吗？米格令，对呀、是这个是不是？米格西尔应该是格西尔吧？米格西赖是吗？哎，哪个老师有在吗？对啊，翠玲老师有在吗？你的米格令的说法，对，米格西尔，我补充一下哈，哎，我补充哈，是那个这种炒的动作哈，我听到的有那个米吉安哈，米哎，吉安对对对，啊，米克谢尔哈，另外就是米格林格林哦，格啊，米林格林哈，米格林。米格林，格林哈，好像我在把答案哈达巴弄那边听的啦，因为你在炒的时候，炒花生会铿锵锵 green 啊，米格林啊，是米克西尔、米吉安哦，我听到的有3种，我们封冰的是米克西尔跟米吉安2种说法都有。对对对，好，还有通常米吉安哈是指那个鱼肉类，米克西尔是那个花生米了。豆类嘛，豆类如果对，现在也有很多可以是米克西了啊。嗯，不过现在也通用了，你只要米克西了，米格林哈，通通都通了。大家都用了，哎，OK，还有其他的说法吗？请问大家，我听过叫米林令，米林令，古拉钦，什么？再讲一次，古拉米林令米也是林令，炒花生的一种啊，令啊，米令令是不是米令令？ RING R RING，米林令，有了有了，小豆子，哎，不错哦。还有没有呢？这是哪里的哈？那边哪个部落的讲米林令？我以前听过啦，阿嬷有讲过那个猫公那边。哦，吉兰阿站的。OK，还有吗？还有吗？请问大家还有？光是烤火的、用火的，都很多方式了哦。小白老师，那我们现代的那种烹饪的技术啊，像什么炖啊，或者是什么都比较是现代的用法。阿美族有吗？比如说炖牛肉，那个炖有这个字吗？对哈，好像没有呢。米煮很久的方式那种的米，有一种做法我不知道哦，我暂时忘记哦。那个谁，阿力有没有煮很久那个叫什么？我这里有补充，那个叫那个叫词根叫 denor， 等儿，等儿，对，
等二，对，等二就是让它用水熬煮煮，哎，炖对，煮的意思啊、等二，熬煮啊，对，等二，米等二都okak，米等二都mana，比 ira ko sa jaw na mataasay sali ano hani so kungangan mataasay matengar sa 是啊，等二，哎matengar sa 那是不是都煮熟了是吧？一天到晚等吃啊，是啊，等 matengar 二， sa。好，这个真哦，真的在长光这一边哦，以九江岸，最喊哦嘛大赛，是不是从闽南语这边来的？最喊你啦，最哦，真啊，对闽南语叫吹了，对，没错。可能 No perang koranan 哎 aswal，，大概是马来诺也好，然后不法律喊你个最喊你了个啦，对，哎呀，这是真的。都以来饮料了，你要注意好噻，先蒸一下。哎，现在比较有这种说法了，然后主人哎我跟灯，哎，爸爸的灯我跟那灯，主人我才知道，就用真的意思了哦。对，还没别的说法。Nga pangsi segura latang ita, ano kakto, ano katol do, latang amamin, nga maputsol, 老师，那腌制哎，腌制 jinah, mi jinah， 是吗？那个李老师，喂，我的那个腌制啊，米啥西了没？mana米啥jinah？不能啊，你不能用直接米沙西肉，这样那个老人会讲话了。啊嘛，哎，米吉拉腌制米吉拉炒不西肉。哦，西肉是成果。西肉是有步骤的啊，那些老人是经过他一过程之后呢，呈现出来的西肉的过啦。你刚刚去腌一腌它那个米吉拉还是米吉拉都可以了。米吉拉。所以那腌制过的叫米吉拉汉呢，就是这样啊，米吉拉汉。还没有老师要补充？米吉拉汉，米吉拉，还有什么？米沙西肉吗？米沙西肉是腌菜呢？对呀，anu latang eh. Latang macalay to michilahan no michilahan sa to。哦，都是用那个米吉拉汉。盐巴腌一腌，对，并没有经过很繁复的过程，那个叫简单的叫米吉拉，你呢？而且是随时都可以吃。腌一腌就马上就吃了，那个都是米吉拉汉。老师，那个字典里面有一个字叫 “giro”， 是什么意思？那我在可能各地方的说法都不一样了。在长光里面 ，giro 是蔬菜腌制的，那它是一段时间，大概是1个礼拜，有1个礼拜以后，都腌制的那种的叫giro 跟沙地地边不一样了啦，每个地方的称法不一样。对，像我们那个部落那边的话，呀，福丁一地的阿鲁干咩比较小条的，我们要腌那种鱼的话，米萨基肉啊，你看那个河边那个河边的鱼，小条的鱼呀。那个呢？那个蔬菜呢？
马那么萨利纳蔬菜鲁，萨利纳鲁安尼，哦，你今天还有马这根筋呐，嘛揉过了嘛，然后嘛萨利纳鲁多，对。比如说我妈妈在骂我的时候，那个衣服没有洗啊，一堆那个汗臭味啊，很多衣服的，马拉琳纳鲁埃古拉，瑞国埃说这样，琳纳鲁哦，那个蔬菜我们叫做腌琳纳鲁腌蔬菜啦，哎，今天巴沙瓦利给面好，大概长滨那一带的哈，那一线的云南路是，你马吉拉还说过，古尼我弟弟给面好，弟弟呢发挥。如果是没有经过到做沙西绕，第二个步骤就是米巴苏包，没有经过巴苏包的那个都叫里纳路，比如说像猪脚啊，然后猪头啊，或是一些这腌一腌，然后马上就可以煮来吃的。里纳路很样，经过了大概米巴苏包之后，第二个过程。后面就是洗绕了，那个呢，巴沙瓦里哦，是，因为每个地方的做法的关系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哈。反正各部落的说法也都有它的意思在，就对了啊。好，有关这个光是我们的佳肴就讲的那么多了，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可以补充的？各位老师，大家晚安。那请大家提供一下你所知道的那个说法好吗？阿米斯、阿米塞、阿苏阿了，哎，还有没有可以补充的？没有了哈。法律针对的，可以吗？法律针对的都蛮难的，比如说洗东西。比如说洗手啊、洗脚、像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讲吗？可以说吗？比如说我们那边的话，米娜闹都干麦，米娜闹就洗手啊，米娜闹都好像有一点命令的意思啊。光是洗这个动作应该就很多说法，请大家提供一下你们各部落的说法好吗？谢谢。还那么多洗手怎么？老师，你的闽南闹是洗脚还是洗手啊？还是都可以？都可以耶。闽南闹都干麦。闽南闹都，哎呀，请问大家不知道你们那边的是不是也是这种说法啊？各位老师，这两个部位是同一个词啦。闽南闹是他正在洗手跟脚，闽南闹它是一个比较可能没有太直接的说法了，对那个人，我拿闹都干嘛紧啦，不是太直接的。但拿闹这个就是手跟脚，应该字根是拿闹。是。身体呢？你们那边怎么讲？身体那就是洗澡咯。那是国语。明因为很多呀，no， bahasa wali tidak tamianan。那个头目，我们电光部落怎么讲？买呢？
买诺，买哎，海诺，买诺，买等我一下，等我先把米营位打进去。好，因为对，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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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因为洗澡，还有一好个，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买诺，买诺，哎，买诺，米买诺，是吗？头目，是的，海买诺，买诺。那是有一个什点么，点，那个叫什么音啊？我不知道。买那这个哦加一个点啦，有找到了，找到了。啊，还有后吗？面的有喉舌音了，加个喉舌音了，买诺。哎，哦，好，还有吗？还有其他说法吗？因为买那还有啊，sa tip 的还有啊，不是吗？还有什么？哎，sa tip 的米利勒，米粒的比利路是那个斯皮拉雅的，是吗？哎，不是光复那边的吗？我是我们有一次在吉安工作的时候，那个萨克拉亚说比利路这样，米粒路啊，米他的意思说是我们去洗澡了这样。米粒路 Nuvataannya 这个米利勒站。哎，跟到我只有听到那个吉安那个萨克拉雅的。哦，萨克拉雅，米粒路。米六好像是南斯阿美的，应该也是一样哦，跟南斯阿美一样。对呀、南市啊，就我想光复应该是啊。那试试看，买那米粒路，米粒路。我补充一下，啊，我补充，好，那个还因为买诺米利洛错，米利洛光复一代的了，把答案米粒路。巴隆好，atau bahasa Amis米利洛，那个米诺哈，可能方言别的不同。我所听到的有米诺山，有的是马伊诺，有的是买诺啊，买诺哈 ，MAYNO 喉舌音，还有 MAINO 喉舌音，还有一个是可能是很简单的说法米诺山，啊。哪一个比较正统的说法啊？这个可能方言别不同。哎，王老师，你讲那个可能是字根啦，也一诺现在可能是字根啦。哎，米诺山不是一诺哦，米诺。对哦，米诺。米诺山阿外加一 MINO 和是音然米诺山有。是，那光是洗澡就那么多问题了。还有米糟糟是吗？有吗？你们有没有听过米糟糟？都也是洗嘛，哈。
早灶早灶是就打水啊。不是早灶嘛，早灶跟他弄下去那边拨水啦，你早灶拨水啦。不是早灶哦，少少是 S 啊，少少哦，啊，哎少少，哎，少少是洗澡吗？洗啊，光洗东西啊洗啦，洗哪里？啊，不管是菜也好，还是什么，手温后洗一下，这样哦，你要讲啊，洗菜呀、你说洗菜呀、洗菜呀、洗东西呀、手温对，呀，对，要洗东西就少少啊，还有什有么的是他们，对呀、我们那边是撒少啦，少少，洗东西呀、对，任何身体的东西，到时候过来我就洗一下脚啊，哎呀，到时候过来干麦就洗手啊，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大家还有，哎，你说啊，我是，它是有一定的词汇的样子哦，手、脚跟身体，还有一些撒少。刚才手跟脚我们就讲过了，拿闹嘛，哎，拿闹完了我刚才说什么？如撒少是讲另外的东西啦，比如说，撒少多拉登，少少过来拉登，少少过来马安啊，什么东西？应该是指其他的东西少过，跟着都那么。还有稍稍多拉灯，那个是少少洗东西，把它们拉上了。还有一个，你那个是洗，我分成3个：洗手、洗菜、洗碗。你稍稍多，如果是菜的话，你稍稍多拉灯。如果是洗手洗脚的，你拿到都干买多这样。如果是洗碗筷的话，米发闹都开心都挖到这样。对，反正餐具之类的叫米发闹。啊，对对。完了后是吧？啊，不是少少呢，少少就是不一样了。反那问啥呢？哎，反正我好开心是吧？反正我你烦恼都是会，你烦恼都让啊。反正餐具了都是你发到啊，过来。你稍稍就是菜类啦、瓜类啦，稍稍拿过来呀，稍稍过来瓜，稍稍过来呀，稍稍过来发豆上，就是这样。电光的这样。Masa kira semua mata asa kira。哎，所以不一样的东西说辞就不同了，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刷马桶会用哪一个字啊？你少照吗？那个叫少刷啊。打瓦西，打瓦西那个啦。那个说好，米苏阿上可能是外来语啦。米苏阿子是用平常刷洗牙子嘛，刷多的香啊。一年的。对呀，用的不对的时候，嘴巴弄到屁股哦。好，我们这样把沙瓦里跟好，牙齿是专有名词是米里奥啊，你觉得？米里哦，里奥，嗨，不是里奥，是专门是用在牙齿的，不是里奥哦，没有 H， 里奥，里奥，对。
刷牙了。那刷牙我们那边哦，没有Ora-Ora刷牙是没Ora-Ora namun. 啊，没 Ora-Ora hanya mami suko. 你罗罗人家是漱口， Lualo， 你罗罗就是漱口。哦，太快了哦，我们再回头一下。那个好，我们先从那个米巴闹这个地方，我们回头哦，要不然的话来不及哦。哦，我们看起来太快了哈、哦。还有抓起这个地方还没有了吧哈、哦？好，等一下哈，我补充一下，是刚刚有整理出来哈，感谢我。呀，米烧烧跟米沙烧是同一个意义的，它的对象就是蔬菜。米发闹是指个人的米发闹是指那个餐具类，米纳闹是指手脚自己的身体。对，还有吗？各位长官还有吗？啊，等一下那个，哎呦，怎么还有一个姆纳闹哈？这个好像是长滨一带的话，我们封滨姆纳闹是指他那个人在洗手洗脚的动作了，那个状况，洗的状况是不是这样哈？哎呀，他那个字典解释好像就是处长讲的，就是有正在的状况。有木的就是正在呀、有木的就是在semua的啊，semua有木，哦，就是munanao就正在洗。对，有这个姆纳闹了，这个词，所以那个我的理解是，好像那个人在洗手洗脚的动作，啊，就是指甲那个用水洗哈，姆纳闹啊，我们部落说，如果是特定指什么哈，米纳闹都干麦，米纳闹都爱啊。闽南闹都地人，部分洗我们是闽南闹都地人哈，啊，全身淋水洗澡就是闽音味了，就不一样哈。是洗头嘞？洗头哈，我们是米当啊了，米当啊，有的部落像那个台东一段是米嘎鲁鲁，是不是？对。米嘎鲁鲁是吧？米嘎鲁鲁，头目，我们那边叫米嘎鲁鲁吗？嘎鲁鲁，因为那个嘎鲁鲁是一种泥土，用那个泥土去洗，那个泥土叫做嘎鲁鲁，所以用那个去洗头就是嘎鲁鲁。有一种黑色的泥土啦。对，哦。itu kalau material泥土。其他都的呢？对，顶过里。可是现在整治了以后，我把它让你过比哪了？那个也是整治后，我把它让你了，其他都在底下了。Jalan Jalo。雅鲁。哦。好，我们叫做萨嘎鲁鲁，他用那个去洗都是嘎鲁鲁这样。那个有一点像陶土一样啊，但是现在的陶土都是用做的，我们那边的土黑黑的，可以洗头，然后呢，那个老人家的头
都头发很长嘛，都黑黑的呢，都不会白呢。黑黑的又很柔，很软，很柔，柔软。对，我我觉得，那个叫嘎噜噜。那个泥土本身我们就叫嘎噜噜啊，理头发嘎噜噜。还有吗？还有吗？小白老师，那个字典还有一个字叫 li good， 有这个洗头的意思吗 ？li good， 不知道呢。我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叫 li good？li good？ No satip pura, likod sana, hirap mafanay. 好啊，我们这个纵贯那这个边的纵贯。Ayun, kami-amis no kaya no keadaan. Kami suka keadaan纸上呢，macam itu keadaan orang di kamu. Ay. Taga itira to ya sa ko, itira pusko. Pusko na itay da. 还跟到那个李国有一点，我好像有听过李国都要的五个我老外给啦，李国谈呢他就开始用那个头发一直圈在上面这样啊。还有一种说法，李国就是包围啊。是啊。对对对。对，包围。李国。对，米利古多阿拉，好，还有吗？还有吗？洗脸怎么讲？哪里哦？哪里哦？对吗？我比较没有那个确定性呐。我问一下那个头目。哦，洗脸怎么讲？哪里哦？洗脸。李老师，你那边呢？你西边？哪里哦？不懂。哪里哦？你西边少了，太异国了。saving。那我们都叫哪里哦？还有吗？哪里哦？我补充一下哈。好。拉里欧，拉罗欧好像也是秀姑兰西中部阿美的，米拉罗欧人，米拉里欧很念，拉罗欧，哎。还有吗？拉罗。还有就是洗脸，以前洗脸拉罗只是用水冲一冲嘛，后来汉人来以后呢，就日本人来就有毛巾嘛，那个毛巾闽南语叫做，他们叫saving，我们阿美话就把它内化成米西宾，就是用毛巾洗脸的意思，米西宾。所以有时候你拉里欧的话，你只是用水冲，大人就说洗宾认成，用毛巾擦干啊，这样。saving， 原来是 saving。我的认知是这样的，算马达赛好，拉里奥是特定的时间，就是一起来的时候，那个叫米拉里奥。那平时的时候哈，你的脸流汗啊什么，
西非呢就是那个时候了啦。我就不知道哪一个地区是早上一早起来就用西非的说法，可能也有，我不知道啦。但是哈迪来古你啦，古的多用你啦，一起来就是米拉里奥。其他时间在都米拉里奥，古拉西非呢这边西非啥，就简单的带过了。还是那个洗洗凳呢？洗洗用法好像不同的地方啊，洗洗凳和古拉啥？洗洗是擦的意思，不同的用法了。对啊，擦嘛，擦汗嘛，擦屁股嘛。它这个是擦什么？擦桌子、擦汗、擦都是用这个字吗？应该。擦桌子，洗面是通常都是用在物质上的表面，在擦拭的时候，通常是用的那种洗洗。抹布叫什么啊？mana hanga？那西饼不是啊。对呀、大概都是外来语吧，毛布。哎，我们以前哪有抹布？啥洗洗？我搞咩洗洗干哪呀？我的洗洗干哪？哎，脏东西。现在抹布是比较，因为以前都是脏衣服拿来去，旧的衣服啦，破掉的衣服拿来去用啦。现在是有专门用的。是。的抹布。我忘记了呢，mana呢抹布。一般老人都用日语来，有竹竿啊，你呢？按照我们他闽南语的。mana呢？洗洗。好。还有吗？还有其他的说法吗？请问大家，在座的各位老师都可以把你所听到的、听过的，提供一下给我们来做参考，好吗？谢谢。mana整个抹布，洗衣呢？不对。那老师洗衣服那个洗车子、洗我们的东西用哪个字啊？你小时候吗？洗衣服是米发站。米发站不一样，洗车子。洗车子跟米沙扫都一样啊，米沙扫吗？米发炸，还有什么？米布啊布。什么？再念一遍。老师，徐老师讲一下。米布啊布。不，米布啊不。有，我听过。我不按那个啦呀，不冲洗啊。对啊。主要是洗什么东西？洗那个锅子，大一点的东西。那个我补充一下哈，谢谢大家提供。那个米发炸是指衣服了，米发炸洗衣服哈。
米波波哈，它是大方块的东西，就在水中就这样哈，在水中刷那个用水浸在水里面，你就拉一拉，那是米波波啊。还有一个是米苏阿索，摇晃，米苏阿索也是。猪啊，你说那个衣服你不是扭干，也不是像那个洗衣服这样搓，就在水中，就这样两左右手拉着这样米刷刷，跟那个米波阿波，那波阿波是更大张的东西了。我的理解是这样。他的那两句米刷刷跟波波跟面好，它不是正式的洗衣服啦，它没有那种洗衣服的很彻底的过程啦。波波按成波波，冲对，就是那个利用那个水的冲力，然后是水比较大一点嘛，用它来去洗，意思是在这里啦。没有那么洗衣服那么的洗干净啦，波波按着刷刷按着是，我都在刷刷。比如说篮子里面你放了地瓜，对不对？可是那个地瓜很多土嘛，放在篮子里面，你在有水的地方就扭一扭，那个叫刷刷。米刷然后我都在我哋kurang alih ko ya kira untuk alih ko suta ko dita mi kafit刷然后掉到去那弄卖啥我都在这那个刷就是这样啦。波波通常就是那个大的东西就透过这个水比较挤一点点，让它去摩擦嘛，去洗干净啦。在我的理解，抓很像是那个水啊，在桶子里边用水去晃，把那个里边的水会左右摇晃啊嘛，抓那个抓的对啊，这有水的地方啊，有水的地方，你把它放在浸泡的，你有篮子嘛，你或是有什么器皿有洞的啊，把东西放在里面，然后手摇一摇啊，在水里面摇一摇啊，刷有带摇的动作啦。因为我不好意思，怎么拼啊？苏啊顺怎么拼？对，苏啊顺，有喉舌音，后面有喉舌音。西猪啊猪苏啊顺，猪还是苏？苏啊，苏啦，苏啊顺。跟努别的地方啦，我这边这个我们部落是苏啊顺。抓是摇晃的意思，我那边抓是没有，抓是另外的，抓是对水在摇晃水了，抓湖南弄是吧？比如说地震的时候在摇，那个叫抓，摇晃啊。这个抓是带洗，有一点点带洗。抓嘛对。SO 嘛。苏，对，李老师，你那个苏啊苏就是用水的力量冲刷的意思，是不是？不是，刷是你用人的力量在水里面在摇，比如说在篮子里面呐，或者是在这个器皿里面呐，然后你用手去摇，就叫刷。抓不是抓是那个水被因为透过外面的力量啊产生了一些摇晃，那个叫嘛抓。对，这正是我要表达的。
啊，那个我补充一下哈，是，这个感谢大家提供哈。那个主阿座刚刚之前有提到米糟糟，主阿座跟米糟糟都是把那个水泼动，可是米糟糟它有把那个水变弄很脏了，米糟糟都拿弄上。本来那个水很干净，你结果一搅动那个泥巴就上来，这个叫米糟糟。或者是说很干净要喝的水，你结果拿来洗手，马糟糟都那个也是弄脏了所以这个米糟糟，另外是刚刚那个主阿座它我所知道有2种意义了一种就是那个水缸的水。你摇动了是马抓做，或是地震的时候抓做，或是你挑水的时候，前面1桶水，后面1桶水，那个扁担一直摇晃的时候，那个水会产生波浪，马抓做那个状况啦。另外就是现在喝那个饮料有没有？饮料。你会上下把它搅动，这个也叫米抓做。饮料喝饮料有没有？你看不是喝汽水啊，反正你里面果汁啊，你们就是或是冰你就这样上下摇动，那个也叫米抓做。我的理解是这样，请参考，谢谢。好，我补充一下了汪老师讲的很对了可是有一点米糟糟其实它并不是它表示的是水的波动主要是什么？弄脏马糟糟都过来那么马糟糟外头你看糟过来那么上就是被它弄脏了，大概是这样的。马糟糟就这都是形容它已经脏了。对，来，谢谢。还有我们以前我们有养鱼那个池塘，那个池塘的水很干净，可是你一搅动，把它那个泥巴都一搅动。早问然嘛大塞，让那个池塘的水连泥巴都上来以后就混浊嘛，混浊之后那个鱼就冒上来，所以这个动作米糟糟多啦如雾，我们说池塘是如雾嘛，有的是讲烦恼，对，那个有我们叫。早问好过啦，那弄就是把那个池塘的水把它混浊那个鱼就会冒出来。这是以前抓鱼的方式之一啦。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撒网嘛，要不然是把那个池塘的水把它弄干，也是一种抓法。那个，比如说池塘的鱼嘛，早对，那个时候叫慢来就叫那弄嘛有一个说法不是马乌大，马乌大，韩国人呢就是混浊了，水多了马乌大，对。就像那个什么丰滨那边的马乌大，那个丰滨大港口他们的发音叫马乌大，它应该是马乌大才对，结果他们现在的发音是马古大，对啊，马古大爱港口部落。是，所以我就觉得他那边的发音好像不对应该是马代，不是不对，每一个都是在修饰。
每一个部落都在修饰。大蛮乌大，哎，混浊，对啦，还有吗？那个我有好奇哦，刚刚那个处长有提到那个把池塘的水弄得浑浊啊，那个鱼比较容易跑出来，有没有命名说这个是什么方法的抓鱼法？比如说像那个马太鞍会有巴拉告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命名啊？巴拉告是有学问的，米糟糟是这个很简单的动作，或是说米糟糟跟等于是米乌大了，米乌大也是让水混浊，那个鱼就不能呼吸嘛。那个对不呼吸，对，缺然后氧嘛。另外呢，它就会冒出来。是不是那个氧气不够了，还是这个也有这个状况了。还有米糟糟不是只有在水里面比如说我们在聊天开会，就有人干扰我们的会议，干扰会议也叫米糟糟米糟糟爱多